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这个听觉对大多数的人来讲是出世就有的能力，但是台湾每300个新生儿当中，都有一个耳孔听无。若无提早来发现治疗，唔奈活伫个无声的世界，阁会影响到口语表达的能力。若是透过电子耳、助听器这的科技的辅导工具，加上相关的听能口语的训练，因嘛会当像一般的小朋友共款，正常讲话沟通。只是因的成长之路，要面对更较侪艰难甲挑战。咱就做伙来看听力有障碍的囡仔成长的故事，甜酸苦咸，有欢乐，有目屎。快点咯！快点咯！天气真好，规家伙仔伫咧社区公园佚佗运动。阿妹仔别人出头鬃尾仔真古锥，伊是特别满五岁芬芬，嘛是规家伙仔的心肝宝贝。爸爸跟我一起排哦。那你有1、2、3、4、5。就亲像一般的囡仔会晓讲话，无讲你定看袂出。温温的耳仔听无啥符，出世就互判定是先天性重度听力损失，非常难受。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是医生是搞错了，然后搞错家长怎么会是我们？对，所以我那时候整天都是以泪洗面，每天都在哭。囡仔出世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所以因为安尼，会真自责。不过这个打击无影响到这个充满爱的家庭。有一天，我妈抱着我，告诉我说：“你知道恩恩为什么会来当你的小孩吗？”她说：“因为老天爷就是觉得你可以给恩恩最好的照顾。”所以他才派这个天使来你的生命中当你的宝贝，然后我顿时恍然大悟，对我一直哭真的没有用，对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我就开始一直寻求很多的帮助。我不要。这个你有需要吗？需要。为了囡仔，文文爸母减硬徛起来，开始找人斗3工。文文出世这个月，就安排早疗课程，每礼拜出外70公里，为成就去台北上课。加上助听器的辅助，文文会当听到声音，嘛开始学讲话。和文文的爸母对查某囝头一摆开嘴印象真深。他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他竟然跟我们讲说来，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吓到了，非常的感动，我们全家人都很雀跃，然后想说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你现在画的是你以后想做的工作是吗？是吗？那你以后想当什么？老师。那他在教什么？他在教什么？他在教 ABC。因为镜头，文文就个真避暑，讲到未来梦想，想要做一位先生。爸爸妈妈听到，拢知影无简单。上烦恼的就是惊，伊未来唔知影要怎面对人。那去学校生活怎么办？会不会被同学欺负？对，然后会不会可能他以后会被社会边缘化？对，这都是我们一直担心的事情。会跟他打比方说，你看现在爸爸现在是戴眼镜，就跟你戴助听器一样。对，爸爸近视，所以就戴眼镜就可以看得清楚。那你一样，你现在听不清楚，戴着助听器就可以听清楚了。你要去勇敢的跟同学介绍说你这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听听。然后呢？听听是要干嘛的？那个是我听不到听的。哦，那你觉得上课最好玩的是什么？玩玩具。有玩具哦。对，就是玩具辅助他对一些那个口语的发展，对。所以他们也都是在游戏当中。对，在游戏当中去做学习。这么期待来上课啊！来，没有，说嗨，说hello。好了，现在上课了，拿去玩具。做机台去教室上课，4岁教阮用边耳啊，拢有障碍。采用这讲是每礼拜上听去疗愈课的日子。你猜猜，洗衣店的老板是谁啊？小绵羊。小绵羊开了一间好大的洗衣店哦。妈妈，像我等一下拿东西出来啊，我都会先用讲的，让他先听，知道我的讯息。他有回应之后呢，那我就会把东西拿出来，这样我就会确定他今天是先听到讯息，然后我大概知道在讲什么了，然后
他才开始看，那这样就可以用听先来学习。这是雅文基金会伫咧桃园的中原中心，教阮若挂电子戏，若接受听觉口语外课，这是专门替因设计教学方法。基金会成立到今，已经帮助要5000位有听觉障碍的囡仔。坊间可能大家过去比较了解的，比如说是手口语啊，或者是综合沟通法手语的，他们其实是视觉跟听觉，或者是强调视觉的学习。那我们是强调的是，他可能在听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刺激他的一个听能，然后他大脑习惯用听的方式来学习。先穿裤子吗？可是你要先跟他介绍你是谁呀，不然他会好害羞的。哎呦，你怎么在脱我的衣服？嗨，我是，哦，你是嘉恩啊？你是什么班的嘉恩？我是美丽班的嘉恩。好棒啊！教阮6个月大，爸爸就较紧感情尾期，过不6个就过身。妈妈无因照顾教阮的情形，会接受早疗。甲在2岁时阵，定接受疗愈课。社工就是有跟我咨询完之后，其实我后来有半年我都没有接他电话，因为我心里面不接受，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然后是后来那个老师跟我讲说，妈咪啊，如果你再不接受，你会耽误这个小朋友。是因为他跟我讲那些话，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陪伴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不懂啊，我这些东西我也是，等于是他几岁我学几年。有妈妈的陪伴，教阮辛苦练习，即马口语表达进步真多。过去红爷有听力障碍，较袂互人注意。直到2012年，全台湾实施公费囡仔听力体检，若是听力有问题，得当经发现。小朋友的一个听语发展的一个黄金期，其实最好是在3岁之前啦。那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在3岁之前，就是赶快发现进入疗愈，我觉得后天的帮忙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些晚疗愈的家长，可是他的一个例如说教学的态度，他非常的积极，非常的认真，在帮小朋友做一个练习。那其实会发现说，后天的努力其实还是可以去补足你可能前面比较晚进来接受疗愈的这个部分。根据统计，红眼有先天性听障发生率差不多3%到4%，也就是讲每3摆红眼内底，都有一个囡仔耳仔有问题。研究发现，若是伫咧6个月大进前，就开始挂听觉辅助器接受复健，得当互囡仔的语言正常发展。你帮我听听看，要做什么实验哦？好，今天要制作神奇的无字天书。无字天书是指它看起来像张白纸。有初步基础，透过网络教学，赶快会当上课。这回新生出世时欠酸素急救，检查发现有中等度听力的问题。好运的是挂辅助器得当矫正。我们跟老师都有一定默契的啦，其实是效果上是不会任何的打折的，比较节省时间啊，还有一些通行的风险，这样都可以降低很多。你喜欢上课吗？喜欢。你有什么梦想？风力发电。他最大的梦想是他可以成为风力发电的工程师。陪伴听障囡仔大汉是一条真久长的路，因拢有伟大的父母点点陪伴付出。其实他在这2-3年的进步蛮明显的，其实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欣慰。在家还没有开电子耳之前，可能你查到的报道都是，听障的人可能被欺负啊，或是找工作不顺利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到近几年来，都是一些蛮正向的东西出来。对，就是看环境，他接触的环境的人怎么对他。是会有慢慢在进步。我觉得有。大声你唱歌，你让知道，一起就变得好快乐。幸福的孩子唱着幸福的歌，啦啦啦啦啦啦，这是美好的时刻，我们一起唱幸福快乐的歌。幸福快乐的孩子爱唱歌。全部辛苦含打救，囡仔若开嘴讲话的时阵，一切拢真简单。听障囡仔出世含大家无同，透过科技含训练法的辅助，互囡仔会当听到声音。虽然要面对真侪困难和挑战，不管若是有错的人做伙陪伴因，因得当勇敢面对。如
如果再选择一次，我还是希望他来当我的小孩，因为他教会了我们人生很多的课题，给我们上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一课，就是健康就是所有的一切。